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9月19号 AM 新闻，我是嘉豪。今发生什么大事代？头先就来报认知。黎巴嫩这 BB 扣爆炸案件，今麦由对讲机爆炸造成20人死亡，450人受伤。日本也强调，这种机型10年前已经无生产。台东的这滨无部落有12个人接到这落地地下站，所有3个人死亡。这个站检验出着农药正强的脱福熊。头一个国造的畅水南海军号国防部长郭立雄证实讲，海军号安算明年3、4月进行海上测试，明年1月会到人。讲到黎巴嫩真正发生这 BB 扣爆炸案件，18个再传出着对讲机同款爆炸，上无有20人死亡，450人受伤。这爆炸的对讲机可能是日本艾可木所制造的。不过，厂商却表示讲，同一个型号的产品早伫咧10年前就无生产咯。联合国伫拜五也要开会讨论这爆炸案。秘书长古提瑞斯也警告讲，莫甲民用设备武器化，应该爱避免中东的冲突搁再加悬。黎巴嫩10被传出第2摆无线电通信设备爆炸，武装组织真主党用的对讲机，伫首都贝鲁特甲南部地区发生真一件爆炸，其中包含前1摆 BB 扣爆炸受害者的丧礼场合，已经造成数百人死伤。因为设备爆炸原因无清楚，有的电子产品点头，正可能将相关的产品刷走。不过黎巴嫩民众依然感觉真不安。إذا عندي بالبيت طاقة أو على البطارية ليثيوم أكيد بدي أفصلها على الإشعاعات رغم إنه بجوز مش مزبوطة بس واحد بضل بيخاف。这摆爆炸的对讲机设备出现日本电子制造商艾可木的标签，因为机身无打防柜大纸，厂商目前无法度确认是毋是家己发挥产品，而且这型号早伫10年前已经停产，也无过生产电池。外国媒体引用黎巴嫩安全部门的消息，指出真主党差不多伫5个月进前买一批对讲机，甲 BB 扣是同一时期买。这期真主党的规通讯网络可能已经互以色列情报系统渗透。2件爆炸案造成今仔载来30多人死亡，3000多人受伤。Now, these devices for Hezbollah are a means for them to sidestep what's believed to be intensive Israeli electronic surveillance on Lebanese telephone networks, especially as clashes continue for over 11 months. 虽然目前以色列官员也未对爆炸案发表评论，军方却证实最近伫加沙组成的一个部队已经被中心部署到北部，展开新的军事行动。加沙冲突以来，黎巴嫩真主党用支持巴勒斯坦人做理由，伫伊利两国边境进行交火，各界愤怒引起全面战争。美国已经连续2天表示，无涉及通讯中地爆炸案，同时警告唔通互中东局势升级。伫阿拉伯国家要求之下，联合国安理会按算伫20日开会，讨论针对真主党的爆炸案。联合国秘书长古提瑞斯进行呼吁，不应该将民用设备武器化，各方人士爱站站。国视新闻有眼朋友。黎巴嫩发生这 BB 扣爆炸案件，造成上千人死伤。一开始是讲咱台湾出货的，不过咱台湾的金阿波罗公司是解释讲是授权予匈牙利的厂商 BAC。那外交部也回应讲，台湾无直接出口这种 BB 扣去到黎巴嫩。不过苏联地检署却是认为讲，这有牵涉到国安问题，今早起呢去到金阿波罗公司约谈因的董事长，要来厘清案情。检验人员19早起到台湾金阿波罗公司，因为黎巴嫩发生 BB 扣集体爆炸，造成上千个死伤，和国际上意外。外媒第一时间报道，讲 BB 扣是台湾金阿波罗公司做的，不过董事长确认讲否认，伊是授权予匈牙利厂商 BAC， 伊就是大白货。不过，苏联地检署认定牵涉到国安问题，已经主动分案调查。19早起约谈柯清公教员说明。台湾并没有直接出口该款呼叫器到黎巴嫩，且该款呼叫器内结构包括通讯接收天线、微处理器晶片、通讯解码器、主机板、显示器以及一颗3号干式碱性电池，并不具备爆炸造成死伤的可能性。外交部回应，金阿波罗为2022至2024年8月出口26万套 BB 扣，主要是欧美国家无直接出口去黎巴嫩。BB 扣内部结构无爆炸可能性。不过金融时报报道 ，BB 扣伫欧洲也是中东组装，也有可能使用台湾也是中国的零组件。你要知道它多高温，你就看它的颜色。那是 BB 扣安怎互人改造远路控制的炸弹？清代学者分析，可能是 BB 扣的振动器，互人换做炸药，透过来电信号的电流点导炸药。因为那是电流一困真济入来，都可能引爆炸药。本来应该是说电
来一个讯号给他，电给他，让他去震动。他现在就不去震动它，他去什么？去触发，他当引信去触发里面的炸药。学者认为，这个爆炸案甲 BB 扣的生产商关系无大，不过就惊台湾今日爆炸案变做中东战火焦点。国安团队追查发现，代志发生了后，社群平台出现真侪大文，想要甲台湾甲爆炸案做连结。大文的 IP 是境外来，好像是中共做的，伫进行认知作战。加害者是谁？应该倒不至于导引到台湾这边来，因为台湾本身是一个相对中立的一个技术跟器材。而且并不是列为原来出口管制，并不是违法出口的。调解立委认为，网络谣言袂使相信，爱随向国际解说，嘛必须加强治安的规范。学者分析，为地血层面来看，台湾甲黎巴嫩、中东的冲突无真大的连结，袂去互人点名报复。不过目前赶紧爱做的，就是爱找到底是谁甲 BB 扣改装。记者综合报道。继续来关心这金华城案件，北检今仔日是第3届提审威京集团主席申庆经来厘清案情，也传被告威京集团子公司鼎越开发前董事长，也就是台北市进前的兵役局局长朱阿福。这台北市议会的金华城案调查小组19号召开会议，讨论这调查报告结论。30会搁再开会确认了后，把这调查报告送到监察院。这台轮椅挂嘴案面对新闻拢无回应，北检继续侦办金华城案件。19号下晡第3摆提审在阿外威京集团主席申庆经，另外前台北市兵役局长前威京集团子公司董事长朱安虎也被团团出庭出现伫北检应讯。要讲一下金华城的事情。台北市议会金华城专案小组19号讨论调查报告结论，较之前游锡会会后讲，因为结论建议有无同款的意见，所以9月30会搁召开会议。未来我们也会请市政府也好，或者是监察院也好，再去做行政责任的处理。啊，议会只能做行政的调查，我们没有权利去惩处谁，我们只能给出建议。游锡会强调，跨党派调查小组就是希望采用无同款角度甲立场还原事实，无希望外界感觉报告有针对性。目前5个建议拢偏向制度性，希望唔通过同款的案例发生。不过民众党也开记者会说明金华城案件。迄时阵副市长刘辉黄珊珊强调，金华城唔是都更是都市计划，而且都市计划法第39条、第85条本来就是有关台北市有权利家己定用积率、用积奖励。金华城案子不是唯一，也不会是未来的唯一，它就是一个台北市目前为止现在所做的所有的相关西部计划都是用同样的标准，所以这些委员们跟台北市的公务员，他们都是依法行政，没有人可能明知违法而故意做一些违法的事情。调查小组的报告里面，不管是彭振声副市长还是黄锦茂局长所回复的，都是官员没有接过任何的上级指示，都是依法行政。民众党主席郭富城看下金华城案件做到羁押，检方用3摆提审，不过金华城证据连环曝空。台北市议员柯秋华阁提出质疑，协会所的每一个细节规定限时回归拢正零，并且阁发现有温存性起还阁逾约的情形。独像亚出案情的疑点，台北市长蒋万安表示，会配合检方侦办，赶紧调查事实，还原真相。记者综合报道。廉政署19号早起去超高雄基山凤山这2大卫生所，甲1名工作人员带走，也有相关的证物。市政府的卫生局就表示讲，是因为内部稽查时阵，发现1名办理婚害业务的同仁可能违法，除了该机构也主动函送地检署。另外，高雄乌来的这派出所有1名交通队的警察，伫跋筊网站顶头插脚，这分局甲伊记带过调职。食薰对健康是真无好，为着帮助民众来戒薰，真侪卫生所拢有办戒薰班。高雄基山区卫生所伫民国109年和110年嘛有开，但是传出所内承办薰害业务的同仁涉及不法，再去检验去基山区、凤山区的卫生所敲吹，甲一个工作人员带转去嘛查扣1批证物。相关违法事证主动函送相关单位侦办。今天9月19日，廉政署进行廉政调查，卫生局要求同仁
必须配合相关调查程序。初步了解，涉案的这个人是负责主办婚害防治相关课程，涉嫌无照实订立白课，甚至疑似用其他的发票来核销诈领课程的补助款。桥头地检署讲，即马专案搁在侦办，下晡去基山区卫生所营运正正常，但是工作人员方问到介分班开课的内容，也是相关问题，时阵是无愿意回应。除了卫生所的员工，另外还有乌来分局交通队的警察涉及运彩博缴签到，红记一大个的处分。该员坦承于111年至112年间，有于赌博网站签赌情事。本分局立即依据警察人员参与赌博财务处分原则规定，参与职业性赌博财务者，合予记一大过。乌来分局讲，这警察是111年到112年之间涉嫌博缴，系统地检署在侦办2个警察转介其他同仁博缴的时阵，查出这个乌来的警察涉案，19已经移送通地检署复讯，除了记告，嘛会报请警察局该对即马的职务调离开。记者综合报道。咱赶紧来关心这台东的滨茂部落发生集体食物中毒事件，造成12个人送病院，有3个人死亡，6个人还佫伫咧治疗。卫福部今仔表示讲，对这落地台仔粽的检体内面有验到这有机磷脱氟熊，这是一种正毒的农药。不过学者认为讲，这台仔粽的粽下种的过程是无啥会去用到脱氟熊这款的农药，是为怎样会出现伫咧台仔粽内面呢？也那这部分检方也要对查咯。真侪动物专家是先登去现场采样，再搁去农地来现勘，采访当地的农药行，嘛含高效访谈，要较紧来调查厘清台东集体中毒案后壁真正的原因。假酸假的这个部分，我们在山上我们不可能随便乱采。这个事件是造成金峰乡的滨茂部落有3个人死亡，当地卫生局已经送验落地丁兰含阿拜台仔粽食村的部分，3件检体检测，经过卫福部农药公台检验，伫食村的部分发现不是一般的信号，验出有机磷脱氟熊。每颗粽子换算下来，粗估是大概30毫克。很明显，这个脱氟松的检出是毫无疑问的，而且浓度相当的高。卫福部说明讲，有机磷脱氟熊是剧毒的农药，中毒的镜头有乌人比较干那尖，会喘甲吐，甚至昏去。急性期伫5分到30分内会出现。即摆采集的人体检体，初步嘛验出有农药的反应。食鱼简体内部分别是哪一个食材，我们当然还会再去做一些定性的鉴别。不过经过烹煮之后，原来来源是什么，可能都会混在一起了。它其实都是用在香蕉油，然后菜，十字花科的菜，比较用在地上的一些线虫。根瘤线虫。另外，阿拜内面是包什么食物？食药署讲到，除了内外层的叶啊，还有台仔、落地肉、猪肉含竹笋，到底是对一个成分有可能去验到脱氟熊？虽然是要等官方来进一步鉴别，但是有学者来检视这摆相关的食材，认为讲，这种叶含竹笋在种的过程中是无啥会去用药剂来涂糖。它是使用在土壤里面哦，那它的半生期其实也都不长，顶多就是1个礼拜或2个礼拜这样子的半生期，所以使用了以后，然后又在田间又降解又衰退，要从药剂到植物的残留，然后被人摄食以后，造成像这个急性中毒的情形，基本上它是几率是非常非常低的。就算有学者讲脱氟熊有系统性，会互树栽吸收，用水洗袂掉，但是因为安尼引起中毒，过去是真罕咧看。不过照官方的统计，专案加起来是12个人送病院，其中3个人死亡，还有6个人持续住院治疗。到底农药是安怎入去到台仔粽内面？即马检警嘛当介入继续厘清调查。记者综合报道。台南有一对翁仔某，甲因2个月大婴仔交互灵母照顾，不过却接到这个灵母打电话互因，讲这囡仔去互这痰惊到无法度喘气，第一时间是无赶紧叫救护车，却是打电话互一对翁仔某，叫因来甲囡仔送病院。那这对翁仔某呢，就指控灵母延误着治疗时间，害囡仔脑死，准备要赔讲啊。目前已经告这个灵母当伤害。翁某2个人准备到监护病房看囡仔，面临上艰难的决定的时阵，因为因拄满4个月大囡仔倒伫病床，全身插满管啊，用要脑死，状况真不乐观。第一个时间点就无敲叫救护车，你若第一个时间点敲叫救护车，就无定袂长久遐尔啊坐解安尼，拢还袂听到叫爸爸妈妈，就差不多要赔讲啊。救起来已经比那个植物人还要严重了。
圣诞暗号2人原本住在家己，因为工作关系，8月初将2个月大婴委托予熟悉灵母照顾。不过，这个月初4，妈妈准备要去接婴的时阵，灵母向通知囡仔，互谈见着袂当敞开。妈妈迄时阵请灵母马上叫救护车，想要到灵母讲，伊的手机也无法度打电话，按妈妈家己联络救护车。我觉得他一个保姆，然后你有受过专业训练，你又是有牌的，你这点紧急措施你都没办法做，一点基本的反应能力都没有，然后我的孩子就这样就没了。到灵母的厝内底无人，不过门口好亲像互人破红漆。医院急救开刀了后，虽然恢复心跳，暂时用于脑血状态，家属也按算20下晡备讲。案发后，社会局已立即要求该托育人员暂停收托，第一时间主动通报警政及地检介入调查，并会同居家托育中心至该托育人员家中联合的稽查。目前社会局也要求这灵母暂停收信的囡仔，搁转托原收托的另外一个婴仔。家长已经提告灵母当伤害，后续社会局也协助追踪案件的司法进度。记者综合报道。昨有一台新自强号顶头呢，有食酒醉的旅客伫遐嘿叫，列车长随报案伫高雄车头，甲这个旅客车落车。那这高雄轻铁要食酒醉的旅客落车了后，煞去掠这台车，讲是有物件绕到这个车顶，讲也讲袂清，强要函数机关起冤家。警方来座位边仔查问，煞来就将乘客请落车。18下晡5点左右，代替一帮上北新自强号列车顶悬，一个50几岁的男性一直吵闹，骂其他乘客，列车长直接报警处理。经台铁高雄站务员主任表示，亦无法提供该名旅客搭乘其他班次服务，本分局严谨协助台铁公司人员将该名旅客带下车。原本要去新竹的乘客，因为酒后闹事影响行车，伫高雄站后代替改度运送客约请落车，但酒醉影响行车案件唔拿一件。你先拿钱啊！这你的东西我不能开啦。司机催乘客纳钱，民众18暗时坐高雄轻铁到树德家乡站的时阵，看到一个进前落车的酒醉乘客，坐客运车又来要客落伫车顶的物件，煞无纳客运车费。遗失物为车上旅客捡到交给司机员。但是因为民众过于酒醉，无法回答一些基本资讯来证明是否为遗失物所有者，因此司机员请其先下车处理计程车车资。乘客讲袂出遗失物的信息，造成列车但会使停伫树德家乡站。司机请乘客落车等进行了后，再以遗失物处理办法来领。加载停留的时间无久，但有暂时影响列车行驶。记者陈焕武、柯正俊高雄报道。行人交通安全设施条例修正案后个月要施行，交通部已过道路交通安全规则部分修正草案，即轿车、奥多摆伫专区内面袂当骑喇叭，车速也爱伫咧20公里以下，严重超速上侪会当罚到36000。实际上呢，伫台北市已经有真侪大行人优先区路，市政府也表示讲，未来会依照着相关的法规，看情形来推动优先区。行人穿越线头前，另外加一块一块黄色引人注意，就是要提醒驾驶放慢速度，或者去巷仔内底了后，限速20公里，配合坡浪型的人行道，伫转角的所在行的面积变大，避免车越上行压到行人。这样应该感觉不错，因为它很宽，然后又是新的嘛，颜色很鲜，这样子很鲜艳，这样子很明显呐。它造型很特别。可能会特别让我留意一下，因为现在有路权的关系，我会特别看到那个字，会特别的谨慎这样子。这是台北市交通局当日试办的行人优先区，因为这个所在伫夜市附近，人甲车相克，巷仔又搁较矮。经过地方甲交通局真侪卡的座谈，催生出特殊的坡浪型的人行道，未来也可能进一步变作是行人优先区。把路型从原来的直的，它改成所谓弯弯曲曲。它最大的目的是能够降低车速，让车速在当它可能要转弯的时候，因为它的这个幅度会大，所以它的车速会自然会降低。交通部配合10月份要上路的行人交通安全设施条例，依个道路交通安全的规则部分修正草案，将让汽车甲慢车驶伫行人优先区，爱按照速限减速慢行，速限也爱伫20公里以下。若无让行人也会违法。在这个地方政府设置
这个行人优先区的标示的范围之内，行人就是有优先的通行路权。那汽车行经这样子的地方的时候呢，就是不能够对行人任意的按鸣喇叭。交通部提醒讲，若车伫专区超速，一般超速上当罚2400块，严重的超速上当是罚36000块。记者综合报道。讲到这美国总统大选，川和贺锦丽举行总统辩论了后，民调就显示出贺锦丽伫咧关键的摇摆州、宾州和密西根州目前是领先的。不过，美国上届大的工会之一国际拖拉机司机工会，进前是拢支持民主党，不过这回却是宣布两党拢无要支持。那川和贺锦丽继续伫咧移民问题顶头一句来一句去。川普18暗时去纽约州长岛做事，另外有警察甲骑马的特警队严格维安，记者为下晡就规定到位。还有人讲愿意替川普当枪子，川普上台就大声批评移民问题，无根据的指控真侪恐怖分子入境，贺锦丽爱负责。佮讲伊要去家己讲，合做移民拢食猫仔狗仔的谣言防暴中心，也就是俄亥俄州去做事。How about in Springfield, Ohio? They've got to get much tougher. I'm going to go there in the next 2 weeks. I'm going to Springfield and I'm going to Aurora. I want to be known as your border president. I'm going to be known as your border president. 贺锦丽18是伫美国国会西班牙裔核心小组的活动演讲，宣示要建造几落100万间新厝，也加25000美金补贴头一届买厝的人，嘛无被记咧谴责川普削减社会安全甲医疗保险、大规模赶走移民的极右政策。Donald Trump and his extremist allies will keep trying to pull us backward. And now they have pledged to carry out the largest deportation, a mass deportation, in American history. How's that going to happen? Massive raids? Massive detention camps?昆尼皮克大学伫9月70川河辩论了后进行民调，显示贺锦丽伫宾州甲密西根这两个关键州得到超过误差范围的明显领先。威斯康辛是领先1%，相当是平手。不过川普伫南部4个无确定州有小可领先。美国上大的工会之一，就是国际卡车司机工会，宣布这届大选拒绝支持两党的候选人，因为双方拢无对工会的重要议题做出承诺。这是1996年来头一届拒绝背书，嘛打破20多年来拢支持民主党人入白宫的传统。不过，川普认为这原来是伊一大机会。只不过，贺锦丽嘛有得到111个美国共和党前官员用公开批表达支持，这人包括捌伫雷根布斯爸仔囝。甲川普时期各政府机构服务过的官员，加前共和党籍的国会议员等等，因批评川普执政的时期引起政府逐工拢真乱，俄罗敌人下属盟友，军队政治化，甲个人的利益放伫美国的利益顶悬，早就无适任总统的大位。公司新闻是会长编译。即摆咱来看这民众上届关心的，就是降息咯。这中央银行今下晡召开第3季理监事会，考虑到通货膨胀已经无合案，就决定利率无要改变。不过也考虑到这资金继续走向不动产期，央行要调升新台票存款准备率0.25个百分点以外，也要搁再推动第7届选择性信用管制措施。那已经有厝的人，搁再买到无这贷款的宽限期，买第2户贷款，敢若会当贷5成尔。央行第3季理事会考虑国内通膨有慢慢来回降趋势，明年可望降到2%以下，确定利率无变。不过，搁再出手压制房市，提出第7波选择性信用管制措施，包括自然人名下有厝的人，第1户房贷袂使有宽限期，第2户买厝贷款上悬成数由6成降到5成，并且扩大实施到全国。另外，存储贷款上悬的成数由4成降到3成，相关措施为9月20开始实施。我们的信用的资源啊，在这一段期间呢，整个向这个不动产倾斜了，而且倾斜的蛮大的。我们要释放出那个讯息，让市场不要就是说有这样的一个，就是说我们的房价会一直上去的这个预期。央行嘛宣布调升新台票存款准备率0.25个百分点，连续2季调悬。央行认为，各搭配道德可靠甲选择性信用管制，有助进一步减慢信用资源流去不动产市场。
第7次的选择性信用管制，我们所花的力气，我们所花的力气，我们所花的时间啊，同事之间的一个讨论，加总起来对我们的一个压力来讲的话，我跟各位报告，应该是不输1到6次的加总。我们要做这样的一个决策的时候，事实上是很困难的。但是呢，我们还是有那个基础的。若是美国联准会宣布降息2码，台湾无对，央行表示主要考虑下半年甲明年国内经济温和成长，产出开口拢是小可负担，利率政策无变，有助金融稳健。我们现在目前的政策利率跟16年前的政策利率也是一样的高了。那这个过来就要如何来做？这个我想我们再来考量。通膨的情况，还有就是说我们要观察的那些。那当然就是说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说各个国家它调降的幅度。央行表示，展望明年全球商品贸易升温，新兴科技应用持续扩展，会带动台湾出口加民间投资成长，而且基本工资加公共教薪水调悬，会使民间的消费继续增加，而且明年经济成长率是3.08%。记者综合报道。咱国头一只国造的畅水南海鲲号，明年敢会当顺利交南呢？国防部长郭立平就证实讲，海鲲号按算伫明年3、4月进行海上测试，明年11月交南。国防部也已经编2480亿，要搁再做7只畅水南。郭立平表示讲，8只畅水南会当发挥投石稳重的效能，目前也有和友边国家签订互相救援的机制，提升水底救援的能力。个人已经5万只固地才搁做畅水南海鲲号，当日滚滚在进行撇港的测试，但是面对10几项缺失需要改进，目前进度差不多伫50%左右。当时等待到海上的测试和明年敢会当顺利来交南，真受关注。国防部长郭立平是正面来回应。大概就是3月开始进行海上测试，3月底4月初可以进行海上测试，合约的完成在114年11月的交接。郭立平证实，海鲲号是按算明年11月来交南，尤其国防部已经替沙特来准南做准备，一口气编列2840亿的预算，对114年到127年，用14年打造7只畅水南，用2+3+2的方式建造。郭立平解释讲，8只畅水南会当发挥技术隐秘的作战用途，学者认为讲会当来帮助维持国防产业的量能。美国或是日本，他们就是尽可能让自己的这个国防产业，它前建那个建造工业能够让它维持一定程度的持续的运作，这样子你的厂房、你的这个人力啊，整各方面其实它都可以保持的那个活泼，然后就是它的这个设计啊、建造的这些能力能够持续维持。针对未来畅水南的作战，最后救援能量敢唔够？郭立平讲，除了规划救难南，嘛和友边国家来签订相互救援机制。另外，各方预算配置重点是反映国军，甲重点放伫 AI 运用和无人机的采购。官兵天都跟着出击，战甲车各种火炮拢出来，对海面来开火，真正拍到射击的区域。金防部19伫历史东港附近是开始太武操演，强化外岛的防卫能力，但中传出渔船干扰影响操演。确实完成反登陆作战，各阶段战术行动精确打击目标区，除展现官兵平时精实训练成效。更验证外岛防卫作战能力。国军严正防空作战，中国航南辽宁号18时大动作通过台北东北的海域，同时间有大量的机南扰台。日本防卫省统合幕僚干部是一直锁定辽宁号的动态，掌握辽宁号和2只驱逐舰航向西太平洋。记者综合报道。中国最近才宣布开放台湾的油啊进口，开放至福建居民去到金门、马祖旅游。想未到10月雄雄宣布讲，对9月2日开始，台湾34项农产品免关税优待要暂停。搁再特别点名是大政府坚持台独立场所造成的。学者就分析讲，即中国上爱用这款先家己大量限制，才放一寡出来，互你贪甜，用这款的方式来达到统战的目的。
9月初，中国才予台湾文旦搁进口。10日暗时，中国财政部说讲，因为台湾单方面对中国产品的出口用轻视的限制，点名赖政府上台以来坚持台独的立场，相关两方敌意对抗，阻碍两方交流合作。25开始停止执行对台湾包含水果、蔬菜、水产等4项农产品免订进口关税。行政院表达强烈不满甲抗议，再一次呼吁中国要尽速的依据 WTO 的相关规范，与我国来进行协商。用对话来代替对抗，来务实的沟通解决争议。农业部一直以来都积极的在协助农民来拓销更多的这个外销的市场。今年呢，开放了这个生鲜的凤梨到这个纽西兰，以及这个红肉的红龙果外销到日本去。刘委会指出，34项农产品是2005年联乌会中国单方面宣布无经过政府交涉，即马强单方面搁取消，证明中共的善意拢是有政治目的，嘛是会使摕来准武器使用。中方施加压力，唔拿为农产品落手。刘委会证实，台塑集团一个台湾籍高级管理干部，伫对话互人边境控制，也就是限制出境、限制出海，为9月初到即马还未转来。案子一开始的时候，我们就有掌握了，但是不是因为政治的问题，也不是因为国安的问题，可能是牵涉到上下游厂商，可能一般的刑事犯罪。学者分析，中国这几年拢是先大范围限缩再局部开放，想要达到统战的目的，用经贸甲社会资源来操作。像讲开放福建居民到金门马祖佚佗，和台湾文旦阁会使输入，拢是针对性释出善意。中国在利用经济或社会的这样子的一个资源来进行对台湾的这种精准的这种统战或者是威吓的杠杆操作。学者认为，北京当局是一步一步对台湾施加压力，唔是干那台湾政治高层讲什么，也是调整政策，建议政府要谨慎应对，嘛呼吁民众唔通落入统战的陷阱。记者综合报道。气候变迁早当猪仔的收成无好，农业部统计即摆猪仔收入保险有赔偿1.5亿。不过，有真侪农民表示讲，因收成歹，共款无收到这保险金。农业部是解说讲，真侪农民投保是基本性的保险，即摆1.5亿保险金内面呢有1亿的金额是加强性的保险。第一期收拢歹啦，减哪三成。气候变迁，每有季节，农民早当猪仔收成真歹。农业部伫111年开办猪仔收入保险。根据农业部的统计，今年因为气候变迁，早当猪仔欠收，拢总赔1.5亿。不过，有农民表示，政府唔知影是安怎理赔，因并无领到保险金。都收成都大家拢歹啊，讲有补助哪有影？有补助什么灾损呢？唔知这个钱是走去倒去。对此，农业部表示，猪仔收入保险有分2种，基本型的甲加强型。基本型是免钱的，农民爱比去年减20%的产量，才会当领到1公顷18000块的保险理赔。那加强型的是农民爱家己开钱投保的，只要减量5%就会当领到保险理赔。农业部表示，真侪农民投保的是基本型的保险，要领到保险金是较有难度。为农民可能有无收到这个理赔，可能是这个所在这个地区伊的产量并无减少，所以咱鼓励咱农民朋友除了这个基本型的保险以外，咱应该搁来投保咱的加强型的保险。农业部统计，即摆1亿5000万的保险金理赔内面，加强型的理赔金就占1亿。农业部鼓励农民会当投保加强型的保险，农业部会补助50%的保险费，地方政府嘛会对咧补助，对农民较有保障，领到保险金的机会嘛较悬。记者陈阿选柯敏哲台北报道。那讲到要照电工，一般拢爱去到病院内面做。台南的基比病院为着要推销这居家医疗，开发一台会当随身载的电工机。亲像最近有患者烧过发烧，因希望讲挺好在咱厝内面治疗，因就请病院提供伫厝的急症照护，护理人员就出动早上改新的设备，替民众摄影检查，也正做全国头一个伫厝内面照电工的案例。
75岁阿嬷当咧吊大堂，主要因为伊最近定家嗽兼发烧，就算食抗生素效果嘛有限。医生建议爱做电工检查，这阵患者唔免阁走一转，基比病院参业者合作，甲自行器改造，顶头倒一台缩小版的电工机，伫患者厝内就通做检查，这嘛正做全台湾头一例。在家里就可以就近照顾啊，觉得医院这个很好啊，对我们帮助良多了。这台机器其实它是一个奈米球管，所以其实它出来的射速其实会比我们目前的 X 光量还会稍微更低一点。测试的时候在穿着的时候，其实也会穿防护衣去照射。那 X 光其实大家不用担心，它是不会残留的。卫福部7月末开始试办伫厝急诊照护计划，针对有肺炎、药道感染也是有芳寿婴的患者，拢通申请伫厝甲机构接受治疗。基比病院讲，试办到今有18个伫厝急诊照护病人无利便就医，不过要像阿嬷免出门伫厝做电工，就要是适龄，也是爱做巴氏量表来做评估。我想这是跨出非常重要的一个里程碑。医疗上我们能够确保这个在居家的医疗品质，对家属来讲也可以减少这个疲惫奔波，对病人来说，他更是可以避免他又在进到医院之后，在他免疫力不好的情况下，还有可能遭受到其他的一些不同的感染。这个在宅的 X 光吼，不只是用在宅急诊照护来照肺炎以外吼，以后有未来吼不方便的病人吼，有结核病的要追踪的安那吼，拢会当用一台 X 光机来照。这个会当随身在电工室的病院表示，这伫紧急医疗方面嘛通运用，像讲若有事故也是灾难，医疗团队当随提供准确的诊断甲照护。记者李上台南采访报道。像我是无食薰的人，若闻到薰味是变较少敏感的。根据着卫福部国民健康署的调查，户外公共场所去接触到二手薰的几率，上界悬的所在是车路、顶仔骹，一若排第2坎的是公园甲风景区。尤其是公园呢，是袂少民众去遐散步运动的所在。若闻到这二手薰味，会互人感觉真恶杂。彰化县卫生局今日和彰化市公所合作，联合着社区村里长成立无薰公园辅导小组，去到公园内面宣导禁止食薰的政策，也特别提醒观众朋友，若种违法食薰，会当罚2000到1万。公园是侪人散步运动、开讲休凉的所在，但是详细看，涂骹煞袂少薰头。民众嘛表示，伫公园内若拄到有人食薰是真困扰。咱家己无食薰，啊若闻到的时阵，对咱的健康嘛有所害。空气也好啦吼，啊为着咱的身体嘛好啦，希望嘛较袂感染。对啦。根据卫福部的调查，户外公共场所的二手薰暴露率上悬的是车路、顶仔骹，排第2的就是公园加风景区。彰化县卫生局今年甲彰化市公所合作，联合社区村里长成立无薰公园的辅导小组，去公园内宣导禁止食薰的措施。阮咧管理上吼，时常接到民众来讲，有民众伫咧公园内底咧食薰，影响运动。还是讲散步人的空气，里面的很多抽烟行为人，其实可能是家己的邻居，藉由这样子，就是卫生局、公所加上志工，我们一起进入，然后也化解他们志工对于这样的尴尬，然后比较愿意走进那个无烟公园进行宣导这样子。卫生局表示，二手薰已经列做一级的致癌物，当年有800万人因为薰害过身。根据薰害防治法规定，所有公园拢是禁止食薰的。卫生局嘛呼吁有食薰的民众，为着家己甲亲人的健康，就要量早解薰。记者杨淑晴综合报道。伫咧山区，若碰到这风台或者是地动，上界惊就是崩山咯。这新德关尖石国小的学生有设计出机器人，会当协助救灾人员清理土石啊，也学生设计自动过滤系统，要改善厝内面的空气品质。伫今年台湾青少年教育机器人比赛当中，因也摕到冠军。因为看到家己所住的尖石乡，只要碰到风台，就定发生水崩山状况。学生透过设计出来的机器人，除了会当侦测到地动，算讲发生崩山的时，可以当来帮土石自动分类，减少救灾人员的负担。它主要发想来源是因为我们居住在山区，一暴雨或是地震很容易引起土石流，所以我们以预防灾还有灾后重建2部分，使机器人保护我们的地球。另外，各学生透过一般原住民客家半开放式的概念，利用水参空气，
来净化室内空气污染的过滤系统，除了会当降低厝内温度，更使来改善空气品质。水可以吸附空气中的 PM2.5的那些脏的东西，然后我们就想到，其实我们可以把水做雾化，因为雾化的过程它可以变凉，也可以把空气里的脏里面的悬浮粒子吸附下来。所以小朋友透过这样一个程式的打底以后，对于那个逻辑性更强。那我们再把我们平时小朋友学的文化课程的内容进行一个产出，所以才可以将程式跟我们的文化进行一个结合。这两项作品唔但摕到今年台湾青少年教育机器人比赛冠军，佮准备明年代替台湾去国外参加比赛，希望争取好成绩，让世界看到台湾。记者杜君和新潮报道。为了要振兴地方的发展，艺术家黄水水伫咧北港新港地区拍拼推测历史建筑的保护工作，也一直咧做古物的保存甲文化传承。伊退休了后，就用版画结合社区营造，希望用艺术的方式来保留在地的文化历史。一幅一幅的版画有款式文，嘛有记录社区大事的内容。嘉义县新港乡板头社区发展协会边啊，版画艺术家黄水水伫这个所在绍介地方的古文物，互民众体验版画，用艺术来推测社区营造。用版画的话，它也可以带回家，它可以去做纪念。我先个做社区版画的是安尼，纯粹的是讲。也可以当成一个范本的，是讲我们在整个塑造的过程里面做一个真好的记录。伊有带动这个艺术的气氛，然后板头家嘛搭活络，地方搭活络，系啊，小庄头嘛搭济都市囡仔来遮济啊。李孙己幼，李孙福，莫为李孙，做妈。原本是雕刻师傅的黄水水，为2000年开始创作版画，结果已经雕刻100外个版画帮。除了传统文化的内容，嘛会针对社会时事来创作。黄水水讲，虽然版画已经用电脑印刷来取代，但是为着社区会继续来创作。那伊讲社区版画来的是讲，它每一年度都在变成不一样嘛。还有就是咱讲伊的更新度就很高嘛。所以我讲艺术是有可能更快。黄水水16年前，因为要来协助板头社区的发展，才会分林北港搬来新港，一直在推测复兴铁桥修复的计划。伊讲暗算明年铁桥就要来完工，伊嘛准备要甲工作室后壁的土地整理好势，希望互新港板头社区伫艺术方面的推广有更较侪空间。记者林慧婷嘉义报道。高雄少年辅导委员会有一群阿公阿嬷组成戏剧志工团，因利用新闻事件去编反毒品、反诈骗，也有反校园霸凌的舞台剧，伫高雄世界演出。还因为学生囡仔正热情感小天，这群阿公阿嬷也创下巡回高雄校园100场的纪录啊！账号跟密码。还有你网络上的电脑基本跟资料。大凯的学生囡仔看甲笑嗨嗨，真足看台顶的演员年岁甲厝内的阿公阿嬷差不多。其实因是高雄少妇会的戏剧志工，来青山国小宣传反诈骗、反毒、甲反校园霸凌。遮的演员年岁上大72岁，平均岁头嘛拢超过60，大部分拢退休啊。参与的志工讲，搬戏其实一点仔都无轻巧。我这阵差不多30-40个。大家做伙拢足快乐的，大家虽然是有较忝啦，因为一礼拜有定拢爱来遮，不管受训还是摆，还是咧摆戏安尼有定一礼拜3-4天啊。为着要较搭近少年世代的语言，因除了邀请专业的剧团来甲因指导，嘛定定甲口碑、甲舞步翻新，就是要对着时代。即马志工团有超过10个无同款的剧本，只要学校有顺应的需求，就算讲是爱去到山区偏乡，志工团嘛无第2句话，一定出团搬戏互囡仔看。所以刚好就对应到他现实生活的某些状况，然后看我们的戏剧，因为这些戏剧可以吸引他们一些目光。
人伫咧讲老人唔讲古，少年的唔捌报。这点阿公阿嬷因的人生经验真丰富，而且因嘛继续伫咧学习，要用趣味的戏剧来宣传安怎有防患剂。过去18个月已经演满100场咯，超过9000的学生看过因搬的戏。因讲未来信心十足，要继续伫咧台仔顶扮演精彩的人生。记者柯昭阳高雄报道。高雄博物院和巴黎装塔艺术博物馆百年珠宝公司做伙举办特展，会联合展出3间博物馆的收藏品，总共有260件。一届呢有东方和西方的设计，做一回拢会当看到。外观彩绘甲真水，两对上文良，喙甲莲花含灵芝，这件青条含亮，用彩玲珑等饰冠，设计真精巧。对馆内暗管甲准一个，会当会看到内观的红色夜袍，就飞伫五彩相混之间。放伫伊正手边的是有名的珠宝公司，房客也包伫1950年创造的 Zip 拖链仔，各空选照设计是真技巧。You can see that we can separate the main part. We can create from the necklace a bracelet. 展现上水的工艺技术，巴黎总是艺术博物馆的部落画有挂的长暗管鼓，是法国有名的花艺场，邀请真侪艺术家做伙创作。个顶悬的天使是做甲真有路，是雕塑家罗丹做的作品，会使讲是19世纪法国车花工艺经典。Angel is the design from Rodin, and you see how vivid it makes into this piece. 明年故宫是100周年的延庆，是推出经过7年去策划大美不言特展，会展出3方超过260件艺术品。所以我相信这样的展览一定会带来一个不同的视觉经验，然后让大家耳目一新。特展会先伫8院举行，9月后半个月开始，明年1月会刷去南院来展出。故宫要透过东西方的文物、装饰艺术和精品的下界对话，加上展场的设计和过去文物展示的方式无同，希望互观众一场目睭真舒适的展览。记者综合报道。明仔载天气是好也是歹，做伙来看预报，恁就知。吉人台北桃园新竹对27度到35度，苗栗台中彰化南投云林对26度到33度，嘉义台南高雄屏东对26度到33度，宜兰花莲台东对26度到33度。平湖金门马祖对27度到32度，一个未来3天的气象。新闻最后，感谢各位观众朋友收看今日AM新闻，我是嘉豪，明仔载暗时7点咱再相会。